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咱这是绿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 97.3调频。咱进行的节目是绿色论坛，每礼拜拜五下晡6点到7点这个时间，由我李南雄伫遮为你服务。咱今日真欢喜会当邀请2位贵宾来咱中间。咱第一位贵宾是萧清云牧师。萧牧师你好。好，咱萧清云牧师爱小介绍一下吼。伊是台南新人医毕业了，伫我的母校同爱大学做助理牧师。助理牧师做了，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神学院吼，摕到电学博士。摕博士了，转来台湾，伫即个台南新人医教册。落尾做台南新人医院长，院长做了，过去美国，伫美国牧会吼，有一间教会牧会，伫2013年去年吼6月荣退，因伊退休吼。我伫阮礼拜堂吼，阮囡仔足活泼所以我去礼拜堂的时候无人捌我，拢爱讲我是啥人。伊讲这位你是倒一个？我就是李导的爸爸。李导的爸爸，大家拢捌我。无偌久咯，阮某做即个大直教会的长老。人问讲你这位啥物人？就讲你都叶长老的翁。安尼我知，都叶长老的翁。咱台湾咱的台北的听众朋友可能对萧清云牧师无足熟悉，但是我讲伊的查某囝，大家拢知吼。就是萧美琴立法委员，萧美琴立法委员的爸爸。大家拢知吼，知影伊是啥物人。咱搁另外一位吼，是林准玉长老。林长老你好。大家平安，大家好。林长老吼，伊是咱台北双连教会的长老。伫即个长老做长老的期间吼，伊做一个足伟大的工作，就是有组织即个盲人的即个合唱团吼。切罗合唱团，伊即摆目前伊住伫美国，伫美国伊波士顿吼，伊伫做即个台语的工作做足济，特别吼，像讲咱到今仔日为止，上届好的一本台语的字典吼，是日本台湾总统府所出版的台语大词典，伊甲即个台语大词典规个拢甲翻做台语，咱看有的台语吼。伫咧网络顶面，互人利用，免钱吼，免费互人利用，即功劳足大。伊嘛做足济工课，咱今仔日嘛真欢喜会当邀请伊来咱中间吼。2位拢是对美国吼，当下转来到台湾来咱电台接受访问，真正欢喜。咱大先要来请教萧清云牧师，即摆因2位吼，伫拍拼做的就是一本。专门台语圣经，所以咱要来请教头起先来请教萧牧师。萧牧师，你是安怎想要做这个专门的台语圣经，要来做这个工作？因为咱即卖现有台湾的通用，台湾教通用的这个台语的圣经是大约70要到80年前，当时改译的是用厦门话，言语这80年来吼，拢有咧改变。是。台湾话，照我所知影，有受其他的言语的影响，所以厦门话甲台湾话有差不多10%的这个。无相像的所在，是，佮毋若安尼，言语随即个文化的发展，是，拢有咧改变。古早咱看做真平常的话，今仔日无一定大家拢知。即个专门的圣经，主要就是要将圣经改做大家真爱读佮读有的。迄款的话，台湾话的圣经。是，安尼，你做要做这个圣经
就是和林俊良长老合作嘛吼，所以嘛要来请教林长老吼，你是安怎会甲萧牧师、萧清文牧师做伙要来做一本？当然，恁两个拢住伫美国但是你嘛有一则迄个。大个位嘛有离一杂啦吼，当然即摆用电脑来联络是诚紧，是有啥物机缘吼，恁两个会想讲要来做伙做即个工作？因为我是第一代基督徒啦吼，咧读圣经吼，定啦本来就读无早有尤其个迄个下门话圣经吼，迄个圣经拢读无，所以我一直伫做即个台语新闻的网站，就是希望透过遮会当甲台语的圣经。包括咧，譬如圣经，还佫红背圣经，一直想办法要伫网络面顶，送互大家会当来读。因为即摆大家要读白话字的机会，就是读圣经上济嘛。伫做的中间，甲几年前，就萧清文牧师讲，伊退休了后，要做即个，甲别个的圣经，甲介绍做咱即摆台湾普遍去大人去讲的即个台语啦。我讲哇，安尼就真拄好啦！我已经伫网络面顶拢有做遮个工作啊，所以伫信息方面咯，是我遮个款个各种的资料吼，提供一个资料安尼，两个就斗阵做起来。安尼请教迄个萧牧师吼，你讲即个圣经即本咱你即摆要最近要出版的明年3月嘛吼，要出版的即专门台语圣经。毋是讲规本圣经拢拢新翻译的，毋是安尼，是你是用用啥物法做基础？即马阮是已经有诶翻译的即个巴克利会解译的即个做基础。因为这是相当有根据的即个翻译。是。总是因为时代甲即个圣经学的。继续的发展是阮有诶所在就爱照即马新发现诶即个学术上所提供诶是来改进啦，这就是阮诶我可能就爱讲诶，就是伫阮所住诶即个英语诶世界内面原有类似即款的问题，就是咱的圣经用语真侪一般人毋知影。所以伫英语的世界有出亲像叫做 Common English Bible， 大家共迄个读有的迄款的圣经安尼。所以我就想着讲。咱可能就有一个 Common Taiwanese Bible， 大家拢读有的即个台湾话诶，即个圣经，这就是我伫台先想到的。安尼请教林长老吼，你讲圣经像讲即摆萧牧师讲安尼，你讲在台湾的圣经吼，经过即个就巴克利牧师的办以后，咱台湾嘛是。有几啊遍圣经的改译，还是讲出版，敢毋是？对，就是1973年，当时有天主教甲因所谓新教，就是基督教合作出一个迄当时叫做红皮圣经。但是伫出版社的时阵，伫印的时阵，就是叫国民党政府没收伊啦。伊就我互你读台湾话、读白话字嘛。所以迄个了后，原来即个。长老教会甲圣言公嘛合作，才有出即个现代台语译本。毋过因了用迄个泉州腔就对啦。即摆台湾人因为泉州腔是北部人伫讲的，北部人无啥咧讲台语嘛。所以拢就中南部的台语较侪人讲。所以阮即摆甲规个腔口拢改做即个中南部的漳州腔。伊讲南部腔，也是讲内部腔。来播腔啦，OK。咱迄个过来请教萧牧师吼，你讲咱即摆目前，你即摆要出版的一本专门台语圣经吼，你个作业的方式，甲你的标准是啥物款？有当然啦是根据迄个
原来的这个翻译，这是上界大的根据。是。过来是参考即马伫圣经学上，所得用的这资料，亲像讲旧约，咱即马到这个叫做第一个希伯来文圣经的第5版本啊，咱有必要的时阵，就搁看即马新的这个版本安怎讲，这个新约的希腊文，伊原有最新的版本，做咱。若是有疑问的时阵，用迄来做标准来看，所以有时可能有淡薄仔的无共款的所在。过来就是人名甲地名，因为咱过去伫咱所咧用的圣经大部分拢是根据即个好学本，汉迄个译做汉文了后，华语，迄款的安尼。用迄，甲翻做台湾，迄落用迄读做台湾话啦。所以甲原文安尼煞愈读愈远就对啦。迄个句理愈远。是。即马就是讲毋望咱会当用迄款较晚原文的即个名词。是。无论地名，甲即个叫做人名，拢会当安尼较符合。较晚的原文的即款，这是其中的原则的一项。拄则咧讲大家通用的即个腔口，这原来有根据即个教育部因有做即款的全民的统计安尼因就叫做多数人的即个腔口，甲少数人的腔，伊真所有拢采用即个多数人。即个腔口安尼，当然台湾虽然细，不过南北安尼原来无啥物共款，所以若要建的时阵，迄个原则就是根据即个教育部所调查的结果，即个多数人的腔口做标准。我嘛有透过网络，毋知台语网的人，看到底较侪人讲啥物腔口安尼。安尼，所以。变做讲，事实上嘛，毋是讲北部啦，咱应该是泉州腔是台北市较厉害，甲台北市甲台北近郊啦，像讲木沙、景尾汐止即个迄个南港即方面较泉州腔较济啦。其实以外像讲淡水嘛，甲阮桃园共款嘛，拢漳州腔即个要阁请教迄个萧牧师恁即个台语全民台语圣经想要出版，听讲恁有要成立一个协会是无？即个协会敢有对咱即本全民台语圣经会推动，还是讲内底计划有啥物改变无？即马是因为，若是要互较侪人知影有分的时阵咱就爱成立一个。某种的这个组织啦。萧牧师歹势，咱是爱插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咱这是历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 97.3兆赫。咱进行的节目是历史论坛，每礼拜拜五下晡6点到7点这个时间，由我李南雄伫遮为你服务。咱今仔日真欢喜会当邀请到对两位拢对美国转来萧清芬牧师，萧牧师你好。你好，大家好。迄个，佫一位是林准耀长老，林长老你好。嗨，大家好。咱前半段，咱请教萧牧师讲，迄个咱是毋是有组织一个全民台语圣经的协会对咱的即个推动甲即个对即个全民圣经的推动甲改进有啥物帮忙无？伊拄拄开始讲尔，就插入讲句真歹势，咱请萧牧师继续。好无？因为这项代志毋是一个人会当做，是阮几个人，都爱搁较侪人来参与。所以咱都爱有一个某种的这个组织。所以咱家称呼讲这是这个全民
台语圣经的协会，啊，阮安尼有准备特别成立，明仔载正式来成立一个，啊了后通过这个会员甲这个朋友，啊，甲继续来推广，啊，互人知影，啊，咱所咧做即款的代志，啊，的意义，啊，甲对因有啥物款的好处，啊，甲迄落因会当啊对遮得到啥物款的心灵上，诶，这个叫做帮助。是，安尼咧，愿来请教林长老林俊良长老，咱这个咱这个明年台湾长老基督长老教会伫台湾设教150周年，咱这个全面台语圣经咱有啥物配合的活动 ？OK， 因为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一直嘛希望讲有一本较咱台湾人较读有爱读的圣经啦吼，所以真期待讲会当配合这个150周年。阮已经努力迄个3年，将近3年外吼，所以伫这个明年的春天，会出一本叫做《新约》，副诗篇甲箴言，是汉字较插罗马字的版本，汉罗版。伫明年的10月左右，会甲新旧约全书做伙出来，来加做这个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设教150周年的纪念版，希望透过遮大家特别来关心，这是阮是这个算是一个开始啦吼，拄则肖牧师讲希望大家愈侪人来参与，加做全民，大家会当讲真意爱、真爱读的这个圣经，互长老教会、各教会嘛有这个好的圣经好用安尼。是，咱这边过来请教肖牧师咱这个全民台语圣经出版，明年预定明年要出版，伊当然咱是一步一步来啦咱预定有几种版本会伫出版。当然咱大家住伫台湾的人，即摆拢惯习迄个叫做汉罗版的啦，有插汉字甲这罗马字的，这中间的一项。是。佫一版是当然完全用罗马字的这个版本。是。到尾有要出一个叫做汉罗鲁比版。啥物叫做汉罗鲁比版？这个有就是将这个做咱咧讲这个汉罗版，中间有真济汉字。虽然汉字大家咱是假定讲大家拢知影是汉字要安怎读，毋过有时一人读一款，所以咱这个鲁比版就是伫迄顶面佫有用罗马字。互若需要安尼罗马字的帮衬，来互因读较准嘞。敢若注音就对啦。这敢若注迄个，敢若注音啦。敢若迄个中国话，你卖汉字边仔有迄波波猫猫的注音的意思，就互伊会当读正确的读法，是无？是毋是这个意思？较我日文的这个，较难。这个鲁比版，以外还佫有啥物版？当然，这个鲁比版若放落去会变做足大本的啦。所以阮有另外佫要做一款的导读本啦。这个分圣经的各本安尼是一部分，有人会安尼来写要安怎样来读，迄个背景是安怎安尼。意思是内底每一本拢有一个导读的。导读。系。即摆成为即个最近就会出一本叫《圣经的爱情甲智慧文学》，就是雅歌甲箴言啦吼。即一般人真爱读的即个圣经的。是。主要就是因为雅歌甲箴言迄个宗教的味，
较无甲遐重。所以一般的人若对基督教无所了解的人，较袂安尼听着安尼读，还是讲读着安尼，哪像迄个宗教味太重，混煞惊着安尼吼。这就是一般的人拢大概袂固绝爱读的这个部分安尼啦。伊本身阿哥来讲，本身就足水的文嘛吼。你箴言嘛是内底足侪好的教示吼。所以变做毋是基督徒啦吼，毋是基督徒，因来读嘛会当得到足大的帮助。对，吼。这是主要理由是安尼啦。是。拄则讲迄个三种版本吼，白话字版吼，就是讲过来迄个讲咱讲专门罗马全部罗马字的吼，有一种汉罗，就是讲汉字到甲即个罗马字的吼，佫一个汉罗加即个鲁语版的吼，就是伫汉字的顶头有注即个罗马字的拼音，即个咱一直拢为即个盲人咧拍拼的林长老，你敢无讲有想要出迄个点字版？有，嘛有声版。佫啥？你讲啥？点字版个有声就是迄个福音Bible嘿。佫有声版。变做咱要预定要出的有遮一种版本的，即个呢专门台语圣经的遮一种的版本，适合无共款需要的人会当用的即个圣经啦吼。咱即摆圣经吼，当然咱读有吼当然真侪牧师拢会甲咱讲，你要读圣经一定要读出声吼。当然读出声吼，咱我相信咱即个专门台语圣经嘛是一个目标，就是讲咱读出声出来的圣经吼，咱台湾人听有安尼，这嘛足要紧，敢毋是？是。OK，咱即摆要过来请教萧牧师吼，就是讲迄个专门台语圣经吼，咱即摆要出版的即部专门台语圣经，你有啥物特色会使提出来，甲咱听众朋友分享？当然拄则有讲过，就是讲用大家今仔日咧用，多数人的腔口。是。过来就是阮迄个特色就是讲遐个名啦，圣经内面有真侪人名甲地名，拢要会尽所会较倚近原文的即个发音，毋免靠即个叫做即个迄个做华语版的即个所用的。甲翻译个，甲直接安尼甲伊读做台湾话，迄有当时实在是差太济咧。这伫若用华语甲伊读，检查甲原文较晏，毋久若台湾的甲读落去，佫差一尾去。耶稣原文是耶稣，华语是耶稣，咱共读做台语的先变耶稣，迄音就无甲原文就较走去安尼。也佫有真侪会当举真侪例啦。是耶稣是中间一个，伊原来迄个原文迄个有迄个几个字母啦。咱家像做读出耶稣的时，变做干若有迄个做一个音节尔。甲耶稣安尼变做两个音节。原来。较侪音节，当亲像讲圣经的内面有一个，迄个查某人的名，做拉结啦，英文拢叫做 Rachel，Rachel 甲迄个实在原来是 Rachel，中文还是迄个甲译做迄个拉结啦，迄个拉结啦，咱知影照安尼甲读做拉结。即马新的即个翻译圣经讲的所有翻译，因发现到这，所以因有小可改变。毋过咱是要尽所会来挖较近伫即个原名。咱的囡仔若读了后摆若去外国，是甲其他
迄个国家的这基督徒讲这圣经的名的时，安尼吼较快连结。吼，若无差伤济啦。吼，你讲的人名吼，较地名就差伤济啊。问题是，肖牧师，我请教你吼。问题是吼，你即摆改变当然足好啦吼，但较比较较接近原本人伊的发音嘛吼，这当然较好。敢若咱讲以前迄个美国的总统艾森豪威尔，你用迄个汉字甲翻做艾森豪威尔，是爱读做爱心和维尼吼。你讲爱心和维尼吼，若是讲艾森豪威尔总统徛伫咱头前，你甲叫爱心和维尼总统，伊嘛毋知你叫伊了吼。这当然这会差足济吼，这个礼物啦吼。问题要请教肖牧师，就是讲你这个圣经吼，百几年来，咱大家拢读这个白克力版的这个读惯势啊，对无？尤其遐地名好、人名好，拢读惯势啊。你今仔日甲改做比较较接近原本的发音 ，OK 哦。问题哦，人哪会知影迄个是啥人？迄是迄个地名是倒位？迄个人名忽然间变做另外一个新的名，人要安怎接受这个问题？伊若是基督徒，这个问题才较大啦。吼，对啊。若毋是基督徒，因为是第一遍接触，有感觉是问题。是。吼，是。为着要解决这个基督徒，吼，这个名若是圣经的内面，不是一路出现，吼，有相当的次数。咱迄个汉字的时阵啦，吼。原来甲保持迄个原来汉字，对，咱汉字无改，汉字无改，吼，总是迄注音的所在，吼，咱才改，互伊知影讲原文是安怎改，吼，若安尼对基督徒，毋茫会当了解，若是汉字出来吼，真侪基督徒嘛，毋知影讲这个名到底着安怎读的，对，迄款的咱甲改做新的，安尼问题就较无啊，是，吼。拄则讲迄个垃圾吼，现代中文译本翻做雷翠嘛，吼，雷翠是那迄个现代台语译本甲翻做瑞翠，吼，伊嘛有改啊，是无甲你讲尔，大家嘛是安尼接受的。OK，咱咱即摆这本迄个全面台语圣经哦，你。对这个对用这个巴克利牧师迄个版本做基础无毋对吼。咱要翻译的时阵，敢有去注意讲，这是一字的翻译吼，这个讲是讲规个意咱讲表达的形式，也是讲意义两个都一种，你是讲一句一句落去对照翻译的，也是讲规个一句的意思落去翻译的。迄个做巴牧师当时的翻译，吼，原来拢遵照这个圣经公会，吼，基本的原则是对应意义的这个翻译法，吼，这原则咱无要甲伊改，吼，若是有问题的所在，咱才就去参考最近其他。遮侪翻译的版本，到底是咧讲啥物？佫真侪问题就是，咱现在所咧用的话，真侪咱的迄个语法，吼，煞变做迄个迄个华语的语法，吼，咱这要甲改倒转来，照咱台湾话安怎讲，吼，迄个语法，这个语法啊，吼，是迄个。咱的这个言语是个真要紧的一部分。是。意思无改，总是语法改，互大家知影的语法安尼。吼，较好了解的，也是讲咱一般台湾人，你讲人就知影意思的这种语法就对啦。吼。变做甲原本有，当然嘛有，因为巴克利牧师是。苏格兰的人，所以翻译的时嘛有可能会定定会走出这个英语的语法，吼，佫伊会问，伊用会问迄落，所以伊定定咧翻译的中间嘛有可能有一寡华语的语法，所以照肖牧师讲的，就是讲咱甲改做咱台语的语法，佫较容易明白，佫较好
读，搁较听较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咱这是绿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 97.3兆赫。咱这两个节目是绿色论坛，每礼拜拜五下晡6点到7点这个时间，由我李南雄在为你服务。咱今日真欢喜会当邀请对美国打转来这萧清文牧师甲林俊荣长老来咱中间来介绍因最近明年3月要出版的全面台语圣经。咱继续来请教萧牧师，一本圣经这么大的工程当然不是恁两位在做的啦当然是恁有一个 team 一个团队一个工作团队来做。请教你请教恁两个问题，第一，恁这当时开始着手讲要来出版这本册开始筹备讲要出版这本册，但是开始落去做。第二，恁的成员有偌济人在伫咧，甲恁做伙做这个工作。当然，迄个实际上的工作实在是迄个地基已经拍几啊年。因为第头一个地基就是林俊荣长老安尼会当将这个台语的圣经有声，来互人对网络，来听，这其中的一项啦。人则想讲，真济这话今仔日拢无共款。我听起来无完全了解。所以对安尼，阮开始安尼来想讲，就来招寡人安尼来三角做安尼。实在参与的人当然安尼有出名的，还是讲安尼实际有咧做的，甲有一寡安尼伫咧背后无出名，总是要求真努力的。确实的，这个人数可能就请恁长老安尼来列遮的。主要是萧牧师讲退休了要做这个，甲这个圣经甲改写做台湾人读有的阮就开始我住波士顿嘛嘛定来迄个萧牧师住纽泽西我常常有机会去纽约去参加开会啥，我拢会安尼留一工伫遐住一暝甲伊交涉，我叫甲牧师娘会讲台语因为牧师娘讲个台语足水的。我常常去，就是阮两个先，就是拢并肩作战，就是安尼坐到边咧，一支看讲搭即个下门话字水咱台语即摆台语一般人是讲啥是啥人，也是啥个溪口遮的问题啦过来就是迄当时新约，阮为新约开始嘛。过底个牧师原来接处理即个代志啦伊以前是美国联合圣经公会伫上班嘛。伊嘛知影讲，咱有需要一本讲咱台湾人读的圣经，所以我伫做，伊就认真伫甲我指导啦最后因为拢住离港，所以拢透过迄个 email， 用 email 伫通啦。我有问题就甲请教，伊就安尼根据足侪遮的学者的反应，安尼甲我讲安怎处理较好安尼。所以新约好了。真感谢，就是讲有一个周峰嘅牧师，伊是少年的伊搁伫美国读即个神学，伊主要读旧约啦所以伊嘛感觉讲，我伫甲邀请的时阵，伊嘛感觉讲，即个代志对伊来讲，对台湾人的要读的圣经，伊嘛真有负担啦。所以伫即一年的中间，我旧约所有的问题甲请教，伊讲一个安尼，我email甲我回，也是讲伊甚至来波士顿找我，当面讨论遮个问题安尼我即马新旧约拢会当初稿拢完成过来较重要就是讲，阮透过网络，互大家试读，搁校对。拢用网络用 email 安尼真侪人即个台语文趣味的人拢会来校对就是讲感觉讲即句话敢是台语的时阵，一个网络问落去，大家就知影讲台语安怎讲较好。所以阮叫做全面台语圣经，就是有透过网络安尼，大家来参与啦。这是足无简单。咱以前讲来翻译，也是讲改译
一本圣经来讲吼，迄工程足大诶，足大诶。啊，而且咱以前也学笔写诶吼，哇，要改吼，对头啊改去有当规张纸报纸吼，就写甲开巴字了，我画过来画过去，啊，家在咱即摆用即个网络吼，会足进步诶方式，会当足远啊嘛，随时会当互相来讨论来修改咱所已经翻译好诶稿。啊，对咱讲翻译吼。莫讲翻译，好改写啦吼，改写咱迄个别个个牧师诶迄个版本。啊，你拄则肖牧师已经有讲咱即个即个特色吼。啊，即个特色吼，就是讲照肖牧师讲诶即特色以外，咱林长你是毋是有要补充？就讲即个咱咧翻译诶时阵吼，即个注意着啥物物件 ？OK。真感谢，就是周宏嘅牧师来参与了后，伊对圣经伫神学嘅研究吼，足深的啦吼，嘛知影即马世界嘅翻译嘅趋势啦，吼，所以，阮本来是讲，着把迄个圣经本来是字对字对应嘅即个翻译，吼，都是直译啦吼，要了解足困难的，因为伊迄原文甲咱的语言的语法大都无共嘛，渐渐大家有发展做即个功能对应。就是意译，是即个但是伊个原文有原文水的所在啦，就是讲别个本来有翻译足水的所在，阮拢甲保留啦。若读较无的所在，咱就采用功能对应，兼顾即两个功能，来即个改写即本圣经。所以我伫想讲，啦出来大家读了的时，一定会感觉吼，迄个味会无共啦。即摆吼，这是一个工程，工程做啊遮尔辛苦吼，佫咱明年就要陆续出版吼，各种版本嘛吼。咱当然咱即个出版即个全面台语圣经出版了，就即个做大功告成啦吼，大功告成，恁就刷嘛对无？恁有啥物佫计划？有啥物新的计划？迄个肖牧师。对。但当然，拄则我已经开始有讲5万讲原来当有点字的。这过来就是5万讲也会当亲像即款的方式来迄落再开始即个做刻画。这也5万讲真侪咱台湾迄个原住民啦也会当安尼。毋是讲学啦，用像即款的方式来写改写，咱讲毋敢讲改写啦吼，来安尼重新来改定，因已经有因的迄个做原住民的话圣经这拢是将来代志，那对外媒回来看，我毋知当佫活偌久，毋知影。无问题，上帝一定祝福你。总是这就爱看过即代，阮来讲安尼开始，来引起人的注意。毋茫过迄代的人，毋但是教会内的基督徒，连教会外对台湾语文有负担，是有趣味的人，伊愿会当参与。通过即款大家拢读有的圣经，5万才会安尼爱读迄个台湾语文的人，又愿会通过即个来了解上帝话，来成做基督徒。这也是阮的一个较长的即个记忆的一部分啦。当然，你拄则无问的问题吼，可能就爱补充就是。即摆有真侪人咧讲安尼台湾话无前途啊！安尼哦。姚人咧讲无市场啦。讲咱即个咱毋是用即个做市场效益，来做咱的目标啦。咱是想讲上帝话，无论安怎都爱传出去。诚做大家拢总知。阮无意思要甲安尼，迄落真侪人来竞争啦。即个问题，有人想讲，咱是要甲人竞争啊。OK，咱迄个咱知影圣经吼，伫
除了读以外吼，还佫足济看以外，还佫足济是对无方便的人吼，看册较慢，也是讲目睭较无好的人，因足要紧的就是听嘛。啊，所以林准良长老捌介绍一种迄个，伊捌去咧牧师的捌去咧牧师办的圣经吼，规本的吼，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规本的迄个声的圣经。读经机。读经机哦，我感觉对足济人足大的帮助哦。我嘛买几啊遍吼，伊每一遍拢爱买10铺啦吼，在迄个10台即个机器吼。啊，咱是毋是有要做即个有声的即个圣经原来对有人识？有嘿，因为这可能爱找即个本来录音迄个好姊妹吼，来录即个嘿，我有去接触中嘿。是。即个工序搁较大啦。嘿。啊，若讲点字的上网的哦，足简单，你若罗马字的出来了后，马上就摕到点字啊。所以阮本来就是点字的网站嘛，台语点字的网站嘿。啊，这甲藏起来了，啊，即摆就是讲迄个较重要，即个毋是讲我即届有去参加即个台湾语文学会办的即个国际研讨会，啊，我嘛去发表论文，发表即个专门台语圣经嘛，啊，伊个评论的人起来讲，伊讲即个台语文毋是干那教会圣经的代志，吼。伊讲，遮全台湾人拢爱为咱的母语，咱的要安怎去有安尼新的物件出来，爱来努力就对啦。哇，大家拍拍啊，大欢喜啊，讲这是真正遐个全面的圣经啊。哦，所以变做讲咱虽然每年就会当陆续各种版本出版，但是咱的工课还袂煞啦吼，还佫拄则照萧牧师讲安尼吼，后要佫行的路还佫足长啦吼。啊，当然上帝要搁爱用萧牧师搁较侪年吼，啊，就是要互萧牧师会当搁较健康，啊，搁做搁较侪事工啦吼，为上帝来做遮个工，所以咱总有信心嘛吼，但相信讲上帝一定爱搁用即个萧牧师用足侪年，啊，所以这无问题啦吼，这种无问题，咱期待萧牧师搁林准良长老吼，恁会当为了咱台湾的即个圣经来拍拼，这嘛是毋若圣经尔，这嘛是为了咱台湾的语文伫拍拼，吼。咱佫再次甲萧清文牧师说多谢，吼，萧牧师多谢你，吼，嘛甲林准良长老说多谢，林长老多谢你。我补充者，即摆就是讲，即个协会毋是基督徒的台语文遮的人，拢有来参与啦。安尼。所以希望会当讲诚做面咱全面的台语圣经安尼。OK，咱再次甲即两位说多谢，路途遥远对美国转来吼，真感谢因，因明仔载，因明仔就要拼落去台南嘛，因为即个协会明仔载要伫台南成立吼，真再次甲两位说多谢，多谢你。